例如早2年秦始皇跟團過嚟買樓咧，俾人呃，你話離唔離譜啊？就係香港演員劉允啦，親身經歷咗惡魔般嘅豬仔團。等20分鐘佢都未出嚟，咁我梗係入去睇睇，再睇佢啦。點知原來走咗，原來有個窗咧可以爬到出去嘅，因為嗰個係地下嗰層嚟嘅，咁就唔見到人啦。我懷疑唔知係咪因為我冇落訂，見我哋冇誠意啦，咁啊抌低我哋咯。通常呢啲豬仔團咧喺見面嘅時候咧就會對你進行摸底分類，將團內所有嘅客戶咧進行分類 A、B 客。你要知道，跟團過嚟睇緊呢啲樓盤咧，喺內地咧根本就唔會有人買嘅，可以講係10個跟團買樓9個都會中伏。咁今日咧就以呢2個案例做一期影片出嚟，提醒大家避免更多港人中伏啊！究竟呢啲睇樓團係通過點樣嘅手段推銷一啲韭菜盤俾大家嘅呢？今日我哋就嚟一一咁樣拆解一下。今日呢條影片非常之重要嚇，如果你有考慮過嚟大灣區睇樓或者買樓，一定要認真睇晒。大灣區置業有好多陷阱，你唔踩過咧係唔會知嘅，亦都有好多無間痛癢嘅細節位，足以令你一步一步咁樣跌入深淵。而事後每一位買家都會清醒，因為紙係包唔住火噶嘛。視乎就係你走醒定係遲醒嘅問題啫。走醒嘅話，仲有機會斬纜，及時止損；而後知後覺嘅一啲買家咧，最終咧只會係走上維權之路。阿 King 就唔係危言聳聽啦，最近東張西望揭發咗好多香港人北上置業，跟睇樓團上嚟大陸睇樓，竟然被賣豬仔，客戶唔買，直接就將客戶咧放喺樓盤唔車翻去，究竟係咩回事呢？觀眾陳女士向我哋報料，佢早前睇報紙見到呢個內地睇樓團咁着數，毫不猶豫就報名。佢一大版廣告寫住99蚊2日1夜咁樣，就去中山、珠海睇樓。咁我諗住收錢嘅，咁應該唔會有點失拖啊，係嘛？咁我咪打電話去報咯，全程嘅就係 WhatsApp 聯絡嘅，咁就俾埋啲地址我喺太子嘅集合啊，咁全程都冇嘢嘅，咁就去到港珠澳橋嗰度，直頭嗰架巴士駛到去珠海。我哋上車嗰陣時咧有10幾20人㗎，咁上到去我以為今次咁多團友都幾好啊咁樣，咁一路去到珠海又過關啦。過關集合嗰陣時咧，咦，得返7個人啫喎，咁甚至可能其他又跟第二啲團啦，咁我又冇戒心啊，完全都冇戒心，咁跟住佢食午餐啊，咁睇樓啊，咁都冇問題嘅。呢2日行程緊密，代理帶陳女士一行3人睇咗好多樓盤，但陳女士表明無意購買。之後食過飯，一切按時間表進行。估唔到到第2日臨返香港嘅時候，先發生奇怪嘅事。當時佢哋啱啱睇完樓，喺樓盤嘅大堂等車。咁叫我哋攞行李去個巴士度，因為要轉車，揾架咁大架車你哋啦。咁咪聽佢講啦，咪上去巴士攞翻行李落嚟咯。咁點知攞行李落翻嚟，見到個 agent 神後轉就飛奔跑翻入去大堂嗰度，因為大堂咧有好多個出口噶嘛。咁入到去直頭見唔到佢啦，淨係見到有幾個3個全程喺尾跟住我哋嗰3個人咧。就喺度，我咪跟住佢入去間房度咯。咁我話幾時有車啊？佢話你出去等下先啦，我而家 call 緊，我哋而家開緊會，你唔好阻住。我就以為好醒啦，喺個門口度等佢啦，等20分鐘佢都未出嚟。咁我梗係入去睇睇，再睇佢啦。點知原來走咗，原來有個窗咧可以爬到出去嘅，因為嗰個係地下嗰層嚟嘅。咁就唔見到人啦。我懷疑唔知係咪因為我冇落訂，見我哋冇誠意啦，咁啊抌低我哋咯。陳女士估唔到跟團睇樓，負責人竟然會逃之夭夭，俾人賴低喺中山，手機又冇內地嘅 call 車服務，佢當時感到好彷徨。咁唯有周圍 call 到成7點幾、8點鐘先要拖到架車，咁先至車到我哋去港珠澳口岸嗰度搭金巴翻嚟咯。翻到嚟香港都11點半啦，東涌啫喎，未翻到屋企喎。翻到嚟我就諗住上翻去公司啦。去個辦事處度，點知上到去，經要原來搬走咗啦，冇咗呢間公司喺度啦。咁我哋嘗試用第二個電話打俾佢啦，再聯絡佢，完全都唔睬我哋啦。睇完呢段視頻，問你仲敢唔敢跟團？人哋只不過係唔買樓，竟然咧掉佢喺人生地不熟嘅地方，你話陰唔陰公啊？佢冇買到樓仲好啲啊，最多咧就自己坐台車翻去。買咗樓嘅仲弊，例如早2年秦始皇跟團過嚟買樓咧，俾人呃，你話離唔離譜啊？就係香港演員劉允啦。親身經歷咗惡魔般嘅豬仔團，最終咧就損失慘重嘅。呢啲只不過係個別案例，可以講係10個跟團買樓9個都會中伏。咁今日咧就以呢2個案例做一期影片出嚟，提醒大家避免更多港人中伏啊！
究竟呢啲睇樓團係通過點樣嘅手段推銷一啲韭菜盤俾大家嘅呢？今日我哋就嚟一一咁樣拆解一下。各位樓友記可以俾翻個 like 我先再睇落去。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到我嘅影片嘅觀眾朋友，可以訂閱翻我嘅頻道。接落嚟呢，我會有更加多嘅買樓指南呢更新到俾大家。好啦，咁今日我哋嘅內容呢就正式開始。而家市面上呢有好多嘅睇樓團，什麼2天1夜遊啊，什麼免費睇樓團、包食包住等等，係吸引咗唔少嘅港澳人士嘅。最近呢亦都有唔少嘅港人呢係參加咗呢啲旅遊團嘅。如果有跟過旅遊團過嚟睇樓就知道，睇樓團呢一般都係帶大家去一啲遠郊大盤，或者係一啲又平又高回報嘅樓盤，即係一啲投資產品啦。咁好多人都係抱住免費接送仲包食包住，諗住呢多睇多了解嘅心態嚟到樓盤考察。基本上呢都係諗住自己唔會購買嘅，跟車過嚟睇下冇咩所謂，只係做個初步了解啫。但係嚟到又點會咁容易放你走啊？只要你上咗台黑車，代理呢肯定會換銷售，輪番咁樣轟炸你，直到你買為止。如果你唔買，肯定唔會有好嘅面色俾你，甚至呢係唔車你翻去啊！接落嚟就講最重要嘅一 part 啦，我會將一啲睇樓團嘅透露同埋中伏點一一咁樣總結出嚟，一共呢係有5條建議俾大家參考嘅。希望各位觀眾呢，日後遇到呢啲情況之後，唔好再中招啦。嗱，第一條就係中介人數多，人盯人。通常呢啲豬仔團呢喺見面嘅時候呢，就會對你進行摸底分類，將團內所有嘅客戶呢進行分類 A、B 客。接落嚟，我會引用星島頭條最近發布嘅一段影片內容。星島新數還派記者參加其中一個房產考察團，睇下係咪真係咁着數先。出發當日，記者準時9點到達羅湖口岸集合上車。旅遊巴上面大約有30幾人，一半以上係 sales。佢哋用人盯人方法坐喺團友旁邊，一邊噓寒問暖，一邊試探下團友嘅經濟實力。而大部分團友都係老友記。經過交談之後，認為你係有意向購買嘅，而且對內地行情係唔了解嘅，分為 A 類客，重點跟進，一人跟或者係多人跟，連上廁所都會陪埋你去。唔係話服務有幾周到嚇，而係擔心你同外界接觸咗。一個團入邊咧，咩人都有，有客係正能量嘅，亦都有客係負面嘅。所以呢啲睇樓初哥咧，一定要保護好，以免咧俾其他人影響咗啊嘛。一旦你俾人歸類為 A 客，咁銷售咧一定會輪番轟炸你。喺呢種有壓力嘅銷售環境下，做判斷咧係好難保持得到頭腦清醒嘅。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情況，我建議大家咧借尿遁，行出銷售中心透透氣，堅決唔好再入售樓部啦。咁銷售咧就冇你符啦。當然睇樓團咧亦都有好多樓 fans 嘅，行內稱之為水客啊。你中介叻我都唔問㗎，每次出團從不缺席，但絕對唔會購買。長年咧出現喺各大公司嘅一啲睇樓團當中，主打嘅一個咧就係又食又叻啊！呢類人唔會買嘢嘅 B 客睇樓團都唔會拒絕。一嚟咧可以衝下人數，二嚟咧可以俾啲新仔練下手。再嚟睇翻第2條，出發之前咧唔會發樓盤資料，甚至樓盤名都唔會講，以免咧你事先搜集資料，例如市價、口碑等等。講到呢度就多嘢講咯。而家 Facebook 上面嘅樓盤廣告真係越嚟越離譜，只要夠膽講，就有人夠膽信。而家嘅市場亂象係點呢？只要你俾啲心機，上網抄多幾張靚嘅圖片，再加上一段足夠引人注意嘅文案，例如話零首期啦，月供2000蚊啦，就可以買到市中心嘅1000尺豪宅，贈送全屋家私家電，拎包入住等等。呢啲廣告字眼上 Facebook 上邊就可以收穫一大批嘅客。咁然後猛 sell 你出嚟睇樓，但係就唔會同你講個樓盤名，因為而家互聯網咧實在係太透明啦。你喺 YouTube 上面一搜個樓盤名，幾百條樓盤廣告介紹，你一做資料搜集就會穿煲啊嘛。同佢哋之前嘅廣告咧係貨不對版嘅，樓盤嘅缺陷咧全部都俾你知道晒。所以通常呢啲水牌廣告嘅樓盤名，人哋係唔會話你知㗎。傾得掂你就出嚟睇樓，傾唔掂嘅話就分落去俾其他 agent繼續 call 你出嚟睇其他樓盤。咁最後咧提大家嚇，我哋出嚟睇樓之前咧係好有必要咧做下樓盤資料搜集先。當你準備充足再去睇樓，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哋誤導或者俾人哋欺騙得到啊嘛。第3個就係睇樓路線啦。開頭我哋都有講到，睇樓團咧係唔會根據你個人嘅一個需求同埋預算咧去訂製呢個睇樓路線嘅。當你浪費咗1日嘅時間去跟團，咁辛苦走出晚歸，原來你翻到屋企先至發現，睇咗1日嘅樓，冇一個樓盤係啱你自己嘅。而且而家咧有好多睇樓團，佢係豬仔團嚟嘅咋，帶你去一啲山卡拉嘅地方睇一啲遠郊樓盤，或者係一啲旅居盤，聽都未聽過個樓盤，你上咗台黑車，你估你話落車就落車咩？一日帶你睇3、4個樓盤，全部都係一啲垃圾嘅產品，或者係一啲韭菜盤，當你豬仔咁劏㗎咋。
你要知道，跟團過嚟睇嘅呢啲樓盤呢，喺內地呢根本就唔會有人買嘅，只有外地客呢先會衝過嚟買。咁大部分嘅睇樓團呢都會帶你去一啲遠郊樓盤同埋旅居盤。咁呢啲樓盤呢，除咗大之外，冇一樣好嘅，周邊呢全部都係荒地同埋農田，偏到不得了，乜配套都冇，冇商業、冇醫療、冇交通。所以呢啲樓盤呢，開發商會不惜重金咁樣打造小區嘅內部環境，以及一啲住宅嘅底商，先俾口嘅一面你睇到。到咗後期會點，大家自己腦補一下。然後呢，再鳩擁叫啲中介去推廣，出賣大巴車，包埋你食，包埋你住。咁樓盤嘅價錢呢又賣得平喎，價錢平就容易吸到客戶啦。咁佣金又高，喺咁嘅條件下，啲中介自不然就會使你跟團過嚟睇呢啲韭菜遠郊樓盤啦。如果唔係，開發商點賣得喐啊？仲有啲更加黑心嘅，帶你去睇一啲垃圾產品，例如話酒店式公寓、格仔鋪、使用權、小產權等等。呢種類型嘅產品包裝得天花龍鳳啊，總價低，回報高，總價10幾20萬，每個月固定收租2、3千蚊，回報率超過10厘，主要仲有人信，你話死唔死啊？聽我講，下次如果你遇到呢種類型嘅一啲樓盤，馬上走人，唔好猶豫。賭就話10賭9輸啫，呢啲產品可以講係10買10。咁我呢度呢就唔展開嚟講啦。如果你想了解呢種類型嘅產品嘅一啲伏位呢，可以 WhatsApp 聯繫我。第4條就係請群眾演員啦。依家啲開發商呢係好願意抌本落去請群演嘅，即係所謂嘅做媒。咁而家呢啲群演呢，好有可能呢係同你一齊上車過嚟嘅，扮得呢好似啲街坊咁樣專門接近你。去到樓盤就會同你講，好中意呢個樓盤，呢個樓盤呢好平好靚，值得入手等等一啲氹你落達嘅説話。咁啲群演除咗咁做之外呢，仲可以幫現場搞氣氛。咁通常呢種類型嘅產品呢，正常人係唔會過嚟買噶嘛。所以平常銷售中心呢，基本上都唔會有客仔過嚟嘅。一個禮拜嘅話就做2日生意，禮拜6日接幾車香港團就已經完成任務噶啦。所以週末呢啲韭菜盤，佢哋嘅現場氣氛呢，的而且確係做得好好噶。幾台大巴車本嚟就人多，再加上啲群眾演員，將現場嘅氣氛呢烘托到最高。現場呢再搭配幾首亢奮嘅背景音樂，時不時呢揾個人上去搏2個金蛋，打2發禮炮，扮出一副勁熱銷嘅唔籌賣嘅假象。接住 sales 就會同你講活動特價、團購價，最後今日㗎啦，賣完即止，下次嚟呢絕對唔係呢個價錢買得到㗎啦。呢啲銷售口徑，每個禮拜啲 sales 呢都會面對唔同嘅客戶呢講同一番説話，所以大家睇樓嘅時候呢，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啊，唔好俾一啲所謂嘅限時、限量、限價嘅活動沖昏頭腦啊！第5條亦都係最後一條啊，就係免費睇樓團啦，包食包住。嗱，記住，免費嘅永遠係最貴嘅，呢個真理呢已經一次又一次咁認證咗㗎啦，已經呢數唔清有幾多人係因為參團而最終跌入陷阱嘅。如果真係有心買樓嘅，真係唔好跟團。而家呢睇樓呢係真係好方便㗎啦，好多經紀呢都已經有接送服務㗎啦。如果你揾唔到，隨時可以 call 我，上面呢有我聯繫方式。我帶你去實地考察一下，俾啲意見你。而家好多睇樓團打住免費睇樓嘅旗號，到咗現場呢就係劏死牛，亦都有好多中咗招嘅朋友呢係唔敢出聲嘅，或者係唔知應該喺邊度發聲。咁呢條視頻呢，希望能夠警示到各位，希望呢係對你哋有幫助嘅。如果你哋有唔同類型嘅中伏案例，隨時都可以 WhatsApp我，我會用影片嘅形式提醒各位購房者。咁大家覺得我嘅影片係有用嘅，記得喺評論區呢留言支持2個字嚇，記得俾翻個 like 我，同埋分享翻俾你有需要嘅朋友啦。最後記得訂閱翻我嘅頻道，唔好錯過我嘅影片，我會持續更新一啲買樓避坑嘅教程。好啦，今期嘅節目呢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期見，拜拜。